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恳求你透过福音经课教导我们进天国者应当有的素质跟品格，求主的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其实是提到耶稣在参加宴会他所发生的事。在古典的希腊罗马的文学中，有飨宴的文学类型，最有名的是柏拉图的飨宴篇。它主要是用宴席的场合做背景，内容是在坐席的当中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对话。类似的文学在圣经里面也有多次出现，在新约里，譬如说路加福音22章、约翰福音13章到16章，都是在餐桌的谈话。那路加特别喜欢提到吃饭。第一节，耶稣在安息日到了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。所以因为吃饭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活动，在生理上的意义，吃饭是活命之本，也是指着维持生存之道。其实吃饭不只是养生，也养心，它的社会意义更重要。因为我们借着吃饭可以维系人际关系的常理，肯定参加者他在团体中的角色跟身份，所以通常会一起会餐，表示我们的地位对等。而能受邀到法利赛人的首领的家中吃饭，当然是非常给耶稣面子。尽管我们对法利赛人的印象都是负面的，可是一个受人敬重的师尊耶稣，肯赏官赴宴，也是给主人的脸上贴金。所以就社会文化而言，是一个投桃报李的社交游戏。路加福音14章1到24节就记载了这位法利赛人有地位，他将邀请耶稣家中做客，特别标明那一天是安息日。请注意，我还没有到以色列以前，我以为安息日是礼拜六，其实不是，安息日是礼拜五太阳一下山就安息日了。所以请客不是用礼拜六，是用礼拜五的晚上。因为礼拜五天还没有，那个太阳还没有下山以前可以烧，下山以后就不能动火了。所以那一天比平日更隆重，而且酒菜更丰富。来宾当中还有经师跟法利赛人陪伴，所以当中有4段对话的主题。首先是论到安息日到底医病合不合法，接着2段是耶稣基督竟然反宾为主，他是做客的，本来应该是主人讲话，他却出来讲话，论为客之道，跟论做主人之道。然后最后是宴席的比喻。而我们今天的福音就是挑其中的2段，这2段是平行的，其实它的意思是超过一般的宴席。好，首先我们来了解这段圣经的意义。第一个，这是一个安息日的宴会。那个宴饮这个游戏可以是很积极正面的善意的。那法利赛人的领袖请耶稣坐席，其实他是要给众人看，说你看我们这一些人不但不惧怕耶稣，我们也不嫉妒耶稣，反而我们款待了在众人眼中被认为大先知的耶稣。而且我们吃饭的时候进退应对，对耶稣毕恭毕敬，按礼数尽弟子之谊。其实他背后的隐藏的这个，可是福音书没有描述他们宴会的实况，没有，因为这段经文只是提供一个故事的框架。偏偏那个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，他很像那个国王心里的小朋友。众人都说
啊，国王的心好美哦，对不对？偏偏那个小朋友说，国王怎么光咪咪的，对不对？路加就说他们是在窥探耶稣，路加就一眼就标出来，这一些人其实含有敌意，吹毛求疵的观察，企图找出耶稣基督的缺点来攻击他。换句话说，他们请耶稣吃饭是就近查看，观察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语，所以他们是存心找茬。好，第二方面，我们来看宾客之间的争夺上座的陋习。福音的叙述其实相当幽默的，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我，我也看你，你观察我，我也观察你，有来有往，这样社交游戏才好玩。就在别有用心的就近在窥探观察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耶稣也没有放弃观察对方行动的权利。在耶稣这一方面，只是耶稣的观察不是向他们为了印证自己负面的偏见，耶稣像心灵的医生，洞察人心，了解人心，所以耶稣基督把他们看得一清二楚。然后呢，耶稣首先看大方向，他看当时犹太社会现象常有的现象，就是在团体会餐的时候，常常按着宾客的身份、地位、财富或者岁数来安排相称的座位，而跟他一起受邀的宾客，他们在那边争先恐后抢座，争做首席，人人爱出风头。这时候耶稣知道了，看到了，他就发现奇怪呢。我们犹太人非常注重礼貌跟礼仪的，这么浅显的常识，怎么会视若无睹？所以耶稣极谨生情，就打个比喻来教训。他先警告这些争上位的人是个粗鲁的行为，而且会带来难以逆料的灾难。因为贵客一到，你原先抢上的上座，主人就会叫你退到后面去吧。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在鸿海上班，他那个年终聚餐的时候，那个郭台铭请他们吃饭，就排个大圆桌，结果郭台铭的弟弟一来就坐在郭台铭的旁边，郭台铭马上瞪着他说：“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，你给我滚！”他弟弟说：“我是你弟弟啊，什么弟弟？我们今天是根据利润的，你的利润呢？全部里面最差的，给我滚到最后。”他弟弟就脸都绿了，没想到对他亲弟弟都这样子，因为那是照什么后利的排名啊！你给我破坏排名，怎么给我滚？啊，他弟弟本来抢在旁边，结果还叫人家来照相，结果丢脸都退面去。啊，其实耶稣基督在讲就这一面。所以这段圣经乍看之下好像耶稣在教我们处世圆融之道，对不对？好像耶稣是个应试高手，叫我们以退为进，做这种策略。其实不然，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，他这一段话其实是人性的试金石。如果我选择了下座，不受人注意，又被贵客忽略，他们把我当空气人，对我视若无睹，然后一开口呢，置若罔闻。请问我滞留在末席的时候，我的态度会如何？我是咬牙切齿，垂头丧气，说我以后再也不来了，还是我心甘情愿？其实每一个人都从我们的脸色看出端倪来。我是否真正懂得别人不给我上座的时候，我无关紧要，重要是我怎么样站在上帝面前。其实耶稣在讲天国的比喻啦。我们知道耶稣这段话是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将要受难的时候，他哪里会讲那个处世之道，讲你那个以退为进？不是，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一些人怎么样在上帝面前站立得稳。所以耶稣其实是借题发挥，讲了谦让之道。耶稣是以小
言大，由近而远，从一桩世俗的事情引出一个普遍的原则。那个普遍的原则却是颠覆了世俗的价值观。这是上帝的价值观：凡自高自大的，必被贬义；凡自谦自卑的，必被高举。这是11节。所以我们的那个圣经的次经传道经的作者这样说，他对他儿子劝告说：“我儿，你越尊荣，在一切的事上应当越谦卑，这样你才能够在上主的面前获得恩典。因为只有上帝的全能是尊荣的，而为谦卑人所尊崇。所以一个人在世上能够得高位、德高望重，只不过是上帝给的恩典，反映上帝的荣美。既然是领受的，为什么骄傲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，天国是给谦卑的人，天国容不下骄傲的人。人必须放下自私自义，上帝的恩典才能够在他身上运作。耶稣借着空虚自己来完成使命，跟随他的人也需要如此。所以骄傲是七罪中，你知道我们以前中世纪的灵修有个七罪中，就7种罪恶的根源里面，就以骄傲为首。自满骄傲的人没有空位承受上帝的恩典。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向我要照片的教会的戚友，我全部都送给他一个经节，弟兄都说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结果收到我这个信的，收到我的照片的好多弟兄都很气，他说：“你说我是骄傲吗？”我说：“骄傲人最不承认自己骄傲。”我当时受不了。你知道我给姐妹的那个照片是写什么？虚荣、艳丽是虚假的，美貌是虚浮的。我有敬畏耶和华，说哇，他们见到我那个我好气。他说：“你奇怪，那送照片也做主人。”我说你要把描述焦点放在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呢、重点要描述说，你要看重那个敬畏耶和华的是那个好。所以这个比喻其实在告诉我们，天国不是靠人力去力争的啦。耶稣的门徒雅各跟约翰，就从今用他们私底下透过他的妈妈是耶稣的阿姨，然后要求天国的守卫。耶稣说：“这可不是我能够给你的，这是我天父预备给谁就给谁。”所以这2个人跟随耶稣这么久了，却不明白谦卑的意义，没有办法领悟天国是白白的赏赐恩典。等到他们经历了十字架的洗礼以后，才明白耶稣的意思。好，耶稣在这里其实是反客为主。第二，我们看耶稣对宴客主人的一般态度。耶稣对宾客讲完了谦虚之道，接着对法利赛人的领袖，发现这个人请耶稣是期望受称赞，谋求被拥护，他希望被抬举。所以其实这种人比比皆是。耶稣面对这样俗气的人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就转移话题，对这个主人讲授慈爱之道。你邀请客人正确的态度是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偿。耶稣先描述当时一般人都是这样子，因为所有宾客邀请人的人都在想：我邀请你，你送的礼物是不是划算？再过来你会不会回请？所以我请你一口，我希望你还我1斗。有没有这种例子？太多了啦！你知道我结婚的时候，我舅舅其实没有那么多钱，他却送我一个那个喜帐，结婚的喜帐，红色的，上面放了1000块的东西，放了20万，我就这样子抬进来，然后前面孔开什么什么，这样子，还好我舅舅不多。我就问我爸爸说：“他为什么要拿这么多啊？”我爸爸说：“他的儿子下2个礼拜就要结婚了，按照我们这边礼俗要加2成，所以我下礼拜就要还他24万。这20万暂时放着的，2个礼拜赚4万块，何谓？
我爸爸说也合，我说原来这样子哦，还好他没有100万，那我就惨了，100万我就要赔20万，就是玩这个游戏，玩这个游戏。所以我们请注意啊，因为耶稣基督的讲话是犹太人的形式跟中东人的口气，耶稣好像说你们请客不要请朋友、兄弟、亲戚、富有的邻舍，只请那些穷苦的。其实不是。耶稣没有讲话，不是这样，他故意讲夸张的话，这是一个比喻啊，比喻是夸张的，意思是阻止这种利己主义，期望回报。我请你一口，你要还我1斗，就这个，他是指主这个，不是在讲说你的亲戚朋友不能请，六亲不认，哇，那这个除非你那个台湾那个把扣卡这郎，对不对？那个跟成员不能的。好，耶稣基督在讲。积极的建议，他说一些要邀请一些无力回报的社会边缘人。这些社会边缘人其实不只是社会边缘人，而且还被当作罪人。我们有没有一句话叫做"凡可怜的人，必有可恶之处"？所以你对那可怜人不要去同情他，他一定可恶。嘿，一点歹积德，不然他父母做了坏事啊，不然他前辈子做坏事，所以。台湾人对那个社会边缘人是很少有同情心的啊！你知道那如果有人同情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同情你种福田，我要福慧双收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行好心种种完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也发财，所以都是这种功利主义啊！耶稣基督呢讲这些话贫穷的、残障的、缺腿的、瞎眼的。这个比喻真是耸人听闻，不合常理，没有人会这样做，所以我们不能看它表面的意义去了解。因为一般犹太人认为，这些穷人、病人、这些残障弱势者，我可以接济他们，但是要进我家的门，跟我同桌吃饭，这不可能啊！连圣殿都不让他们进去了。对不对？那我家呢？那怎么可以？所以怎么可以共餐呢？如果他们入席，不但入没我所有的亲友，而且我也自贬身份，脸上无光。何况这些人多半是不洁净的人，我敬而远之，何苦被玷污呢？好，那耶稣为什么偏偏要提这4种人呢？因为穷人他没有钱去饮宴。他受邀请，他也没有钱付礼金，不但他没办法付礼金呢，而且连礼服都穿不了。我们夫妻也被请去一个宴席，36000块，还没有加1层。我们2个眼睛瞪一下，说："我们吃这一餐7000多块，还加1层8000块。"真的，我说他请我，他说："牧师不用，真的你不用，哪里不用？他又没有信主。"他希望我加包多一点，他不是这个实在是，所以呢，这些穷人怎么付得起呀？我这种游戏，我以后就不想参加了。不然他亲戚要点名要我，他还叫我女儿也去，我儿子也去，哎得了，我们2个去已经花了8000多块了。所以穷人真的付不起，那些智障的、那些盲人、生理有缺陷的，根本没有能力参加。当时的风俗也不邀请这4类人。法利赛人说，这4类人是罪恶的结果，和罪人吃饭玷污自己。好，耶稣基督其实挑这4种人，他在意这些人的感受。的确的，健全人我们很少去考虑到智障者、残障者、弱智者、弱能者，真的。我以前在台北牧会的时候，我的身边坐了好几个这种人，在帮助他们。结果大家觉得怎么可以？这实在是糟糕。你们知道这个比喻要说进入天国的人，就要像基督那样关心这社会被忽略、被伤害跟被贬义的人。真的，尤其我们台湾的教会越来越中产阶级。荣光堂现在盖了这么漂亮的教堂，如果那一些
社会边缘人不敢进来的话，那这是我们把耶稣基督关在门外。韩国有一个小说，以后演成歌剧，叫做《戴金环的耶稣》。有一个主日学小朋友穿得很邋遢，圣诞节的时候想办法要去教会，结果被赶出来。他说为什么我不能来？你们圣诞节不是欢迎所有小朋友进来吗？他说你没有穿衣服，穿那个正式的衣服，穿体面的衣服啊，等等等，讲了一大堆。结果他就哭了。他哭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个人也跟他一起哭。他说你是谁？他说我是耶稣。啊，不是啊。那个教堂的耶稣是戴金环啊，很光芒啊，怎么是你呢？他说他们把我关在外面，里面的是假耶稣，我才是真耶稣。哦，他说好，那这样我要去真耶稣教会。有没有一个教会叫真耶稣教会？所以现在的人哦，讲求回报率啊，真的在物质的层次上希望立时回报。如果回收率太低，就是费时费事，就会乏人问津。真的，我们去马来西亚招生啊，就这种功利主义，我跟其他人没办法谈，这是功利主义。都好像我一直去了，最后怎么样？现在台湾是连风水也讲究功利的，你知道吗？风水以前是地运家孙嘛，对不对？现在账的话叫做寅账卯发，子丑寅卯，第3个时辰涨了，第4个时辰马上全家都发，马上发，一路发，马上好，要一夜致富，一步成功。所以这种功利主义，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抗拒这种功利主义速成的态度，真的。这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旨意，不求回报，帮助穷乏人。天国是赐给这些无偿爱心的人。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是在讲末世的挑战。当正义的时候，当义人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得到报偿。这个复活的时候，表示我们将来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天国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，天国是上帝白白的赏赐。当人谦虚，肯完全依赖上帝，天国就展现在他身上。好，我们来反省这段圣经。这段圣经其实蛮受误解的。我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是尼采迷。我上次有讲过了，我的初中同学30年没见面了，一见面我进去教室，一进去那个餐厅，我们班同学好几个站起来说：“查拉图斯特拉如此说。”啊，全班其他都大笑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我以前讲话的口头禅。我喜欢讲尼采说，尼采说，尼采说，所以我那时候会反对基督教。来，尼采对这段圣经怎么解释？你知道吗？我们来看他怎么挑战。尼采说，耶稣的门徒是假谦卑，假谦卑就是真骄傲。他们去做末座，是为了要被请上座。啊，他们假慷慨，放弃现实的报偿，无非是为了得到来世的。所以他们是投资，只是他们投资呢，放长线钓大鱼，看到上帝会报偿的更大。所以基督徒其实是很自私又很骄傲。他这样讲对不对啊？这样讲对我们挑战大不大？大。当然了，如果你的谦卑是为了争取荣耀的手段，而你把穷人当作踏板，是要让你登天的，这样的话，最多可以说是聪明的做法。一般世俗人都这样。所以你还记得我们在20年前荣光堂差不多30年前了，荣光堂的那个青少年说：“牧师，我们来关怀育幼院的孩子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好啊，你们这样有爱心很棒啊，但是我有3个条件。”他们说：“什么？关怀他们还要条件？”我说：“第一个，如果我们真的要关怀育幼院的孩子，我们要一次就关怀10年。”他说：“哈，那么久哦，那我们毕业了，毕业后下一代的继续关怀。”连续做10年，
他说啊，还要这么久哦？我说对，幼儿园的孩子不缺乏关心，缺乏的是很久的关心，不是点缀点头了，来照相。我说第二个，如果要关心他们，每个礼拜都去关心。他说啊，每个礼拜对，那时候我就开那个福音车，每个礼拜都去载他们，每个礼拜都关心20几个。我说你一定要做到，大家一起关心，每个礼拜。他说啊，这样哦，这样怎么做得到？我说大家一起做看看。我说第三个，这些人来会给我们挑战，会给我们羞辱，会给我们贬义。你以为你爱他们，他们就感恩了？他们做什么，你都要忍耐接受。哦，他们来的时候真的读圣经，给你这样掀起来，这样，然后给你撕裂呢。弟兄姐妹气得我啊！吃饭你一面在爱宴的时候，一边吃烂死了，欺负我们这些孤儿，就给我们这么烂的吃。我说我们也是一样啊。我那时候是讲这种话，你说你会不会气啊？然后坐那个福音车上去，开始就三字经三字经、四字经、五经、13字经，就这样子骂，打来打去，就是这样接纳到最后，他们整个生命都改变，以后整个愿意信主，就这样子我们连续做了几年，做了将近9年，第10年的时候被政府收走了，他就到那我们去关心的时候，那个政府不让我们进去，他说我们不是3等亲 ，OK， 我们那时候就这样做。要关心，没有利害关系啦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教会30周年，你们记得吗？要跟他们照相啊，他们躲起来啊，然后用喊叫的，怎么拉都不来。我说不要勉强他们，因为他们太多被拉来照相，就是拿去募捐钱的，拿来做善事的，你知道吗？这边好几个议员，每次要选举就去，然后几斗饭捐了几斗饭。几斗米就要他们照相，他们照得痛恨死了，因为功利主义。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的谦卑跟慷慨，是以基督为典范。他降卑自己，取了人性，绝不是为了得什么，他反而是肩负我们的罪恶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他本来是富有的，却甘做穷人，为的是使我们得富足。所以尼采的痛苦，尼采是牧师的儿子，牧师的儿子就是魔鬼的孙子，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没有看到典范，所以他没有遇到真正谦卑跟慷慨的基督徒，他很痛恨啊。其实呢，以后我了解尼采以后，就觉得哎呀，尼采其实是一个受伤的人，他是一个创伤症候群的人，一直在呐喊说哪里可以给我真爱跟真正的典范。那另外一个齐克果，我以前迷他迷得不得了。齐克果我也看了以后，我来了解说，他所反对，他根本没有反对基督，他是反对当时的基督教的教徒。所以我们要活出基督的典范。好，接着我们就要反过来看另一面。有一些人以为所谓的谦卑，谦卑是什么？有些人以为谦卑就是我什么事都不做，因为我要谦卑。问他什么，他说我不会。然后接着请他来做什么，他说我不行。他这样做谦卑。耶稣说：“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，你果然不行。”你说哇，我不会，不要谦卑啦。然后你知道吗？这些谦卑呢，就对自己的地位、成就、前途漠不关心，其实是堕落了，对不对？自己能够掌控的、能够做的，他也不做。其实上帝希望我们蛮有尊荣，不要自贬。所以我们搞错了。来，越尊荣的人越谦卑。圣经上有没有说，尊荣之前必有什么？谦卑，对不对？上帝只往教人施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施恩给谦卑的人，这个谦卑的人是尊荣的人。而且败坏之先必有骄傲。所以骄傲跟尊荣是不一样的。尊荣是从神的眼光看我自己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反映神的荣美。所以诗篇第16篇第3节说：“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。”我从神的眼光看我自己，是尊荣美善的，是这个观念，而不是贬义自己。所以有一些人呢，以为谦卑就是不负责任、拿不定主意、对自己没信心、自卑感。这些都不是谦虚啊，反过来，所以耶稣基督他斥责为权力而求权力，用言语暴力，用肢体暴力，
用权柄来操控人、羞辱人、贬义人了。这个才是骄傲了。你们知道吗？牧师喜欢在讲台上羞辱会众，被羞辱的会众就越感恩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牧师要在讲台上讲得让下面很有罪恶感，他就很有成就感；讲得在下面呢很有亏欠感，哇，他就很有喜乐。这不对。圣经上有没有说在圣灵里面的喜乐？而且圣灵是光照罪，目的是使人认罪、离弃罪、归向神，得到赦罪的喜乐呢？哪里是控诉人？魔鬼才是控诉人，对不对？而且魔鬼什么时候控诉我们？昼夜不停，所以魔鬼控诉我们是夙夜匪懈、使情使勇、一心一德、贯彻始终，一辈子都控诉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是，我们基督徒的谦卑是觉得说，我是领受神的恩典的，神给我摆在什么位置，我就在这个位置，我就发挥最大的努力，越努力的人越谦卑。摆烂的人，那是贬低自己。所以我们把那个观念清楚了以后，我们就发现谦卑的方式，在教会中执行属灵的权柄，常常这些是服侍，服务的范围没有限制，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平等，那是庸俗的民主没有受训练也是来讲道给他操练嘛，对不对？万民皆祭司嘛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所以庸俗的民主不是真正的谦卑，谦卑是承认自己的地位为前提，同时也对别人关心跟尊重，而且在诚实当中不断的反省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真正的谦卑，而且活出典范。约翰卫斯理他就是恳求他的会友说：你们要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良心，成为社会的良心，成为这社会的见证。好，接着要我们无私的委身奉献。我们心中太多的算计、请客、讲求对价关系。其实我们应该帮助那些无以回报的人。我记得我以前在荣光堂牧会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会友跟我讲说：“陈哥，你够可怜的呢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为什么那些人葬礼你也要去，临终的你也要去？这都没有回收啊。”他说：“我的部属都是老鹰，你呢？老鼠你也要？”他跟我这样讲啊。他说：“我的企业里面没有一只是老鼠，每个都老虎。你怎么找这种人呢？要找这些人来没有回报。”他在跟我这样讲。其实我们有什么能够回报主呢？这些都是主为我们身上做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呢，要以恩报恩，以爱还爱。基督把恩典无条件的给我们，让我们每个礼拜我们教会是1个月守一次圣餐，那个圣餐是预想天国的筵席。然后我们将来领圣餐的时候，就只等到主来，就是预备主将来要在天上大筵席的时候，那也不是我们拼出来的功德，然后去有金钻、银钻什么钻才可以做，不是，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回报。所以，我们呢，对这些穷人、对社会的关怀者，不是为了功利，而是我们领受恩典就以恩报恩，领受爱就以爱还爱。其实这个问题，在我大学信主的时候，我就对我们村子一个挑战。我们村子有一个护士是金头发的，那我们村子每一次看到他说：“美国啊，美国啊！”他就起脚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不是美国人，我是芬兰人。”他是芬兰人呐。我们哪里知道什么叫芬兰？我们村子没有看过芬兰。然后呢，他就什么样？你知道，在我们村子敲门：“先生，你有生一种特别的皮肤病哦？”什么意思？他专门在我们村子观察有麻风病的人，他就把他带去看病，把他医好。他专门在我们村子做那个麻风病跟肺结核的，他这样一做就做了30年。我们村子有一个人
得麻风病的时候，他去给他敲门说：“先生，你生一种特别的皮肤病哦，我带你来看医生。”啊，你知道那个人被看了、被听到了会怎么样？会不会感谢他？因为他爸爸、他祖父、他妈妈都是麻风病啊，麻风病在我们村子叫做泰格症的，啊，因的囡仔的泰哥叫做泰格囡仔，啊，两个阿某两个这会叫做泰格里瓦蛇，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这个村子，我以为泰哥是阿扎，不是，是麻风病的。结果呢，我们村子那个人说：“你等着，你等着，等什么？”啊，他就傻傻就这么等，他就进去拿那个竹的扫把，然后往他家的厕所戳下去，全部都是米田共，然后就往他头上一打，到30斤就骂下去了。就打了以后，他满脸都是那个米田共，都黄黄的，然后加是一点红色的，全部，然后脸上又刺了那竹子，他就回家这样拔。流血，他是个护理师，第二天又去找他，让连续找了7天呢。第二天放狗咬他呢。第3天他拿电割刀柴刀，就是要把这个人赶走了。就是这个人在我们村子爱得多年。我住的屏东县枋寮乡的水底寮是台湾3大麻风村之一。你们放心，我没有。我们村子有天时地利人和，所有的麻风都全部是地利村的。我们村子没有，我是天时村的。他就这样爱，那我就跟他讲挑战了。我跟他讲说：“你们外国人很可怜呢，很过分呢，来我们这边给我们奶粉、面粉，然后呢贿赂我们信教。”他说：“你怎么有这种想法？”他就问我怎么有这种想法。他用台语讲了，他台语好流利。他说：“你怎么这种想法？我觉得我们芬兰人是因为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。”不是要我们享受而已，是要跟你们分享，所以我们就无条件给你们，就这样而已啊！我们哪有想到你们想到那么多 ？OK， 今天的信息就讲耶稣基督天国的宴席，我们很惊讶，我们能够参与，是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。耶稣基督在这里其实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中间有瘸腿的、瞎眼的、盲人都可以来。我都愿意接纳你们，爱你们。所以，当我们领受这样的爱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去帮助人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恩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都乐于聆听并实践基督你的教导，成为一个谦卑跟慷慨的人。我们能够爱护那些贫穷弱势的，不争风头，努力付出，不求回报。求主赐给我们教会的牧者跟我们的执事，在一切的事上寻求人子耶稣谦虚服侍的榜样。主啊，我们也为这个社会的弱势族群祈祷，他们常常被忽略，需要我们的关怀。求主帮助我们无条件的爱他们，让他们感受到上帝的爱，让他们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主的容颜，重视他们人性的尊严，而愿意协助他们而不求回报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基督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